今日係2025年6月11日，見我着綠色衫就知個市升咗啦。標準普爾500指數6月10號收盤6038.81，上漲0.55%。最新科技股新聞：一、三隻怪獸股包括英偉達將持有未來10年。標普500指數追蹤美國最大公司嘅股票表現，而且佢喺幾十年嚟嘅平均年增長率大約係10%。呢個表現幾好，足以令到嗰啲購買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嘅人喺15年內嘅投資增加5倍以上。而三個買 Prologis 股票嘅理由好似冇聽日淡。被動收入投資者中意房地產投資信託 REIT， 因為佢哋將90%嘅收益支付為股息。但係每個都唔同，有啲係風險高過其他信託，有啲係有好高嘅收益率，而有啲係落後嘅。Prologis PLD 係一個好嘅選擇。三隻輝煌增長股即刻買入，長線持有。對於任何一個想成為聰明人嘅投資者嚟講，諗長線而唔係短期係一個好好嘅第一步。研究顯示，股票嘅估值係短期價格動向嘅最大因素之一，但係估值通常係由嘅偏好同幻想所驅動。4點解模擬裝置股票今日升咗超過2%？一位分析師對模擬器件 ADI 喺晶片行業嘅利基市場發出正面嘅評論，令到公司嘅股價喺星期二升空。模擬器件喺嗰個交易日漲幅超過2%，輕易超越標普500指數嘅0.6%。5. 分析微軟同軟件行業嘅競爭對手比較。微軟 MSFT 喺今時今日嘅快速變化同激烈競爭嘅商業環境下，投資者同行業愛好者要仔細評估公司係至關重要。喺呢一篇文章入邊，我哋會進行一個全面嘅行業比較，評估微軟 MSFT 同佢喺軟件方面嘅主要競爭對手。最新國際新聞：一、中美貿易談判稀土爭議中嘅框架協議。喺倫敦進行咗2日嘅談判之後，官員話之前喺日內瓦達成嘅協議將會落實，等待川普同習近平嘅批准。2. 特朗普嘅環保署計劃聲稱美國電力部門嘅排放量係微不足道㗎。呢個故事最初係由衛報發表，並喺呢一度轉載，作為氣候台合作嘅一部分。Donald Trump 嘅政府將會聲稱美國發電廠噴出嘅恒星供暖污染係全球性嘅微不足道，所以應該唔會受到任何氣候監管嘅影響。3. 講到中國，加拿大唔可以為咗增加貿易而危及國家安全。評論睇下，我明白經濟係重要㗎。4. 美中達成恢復貿易戰休戰框架協議。Internewscast 期刊 Internewscast 免費解鎖編輯文摘，美國同中國已經同意呢篇文章。美國同中國達成恢復貿易戰停戰嘅框架協議，首次出現喺 Internewscast 期刊。5. 美國同中國已經商定咗一個解決佢哋貿易爭端嘅框架。中國官方媒體話喺倫敦進行咗2日嘅會談之後，美國同中國已經原則上同意咗一個框架，以執行佢哋上個月就解決貿易爭端達成嘅協議。新聞報道到呢一度，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